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重大的车祸。伫个透早5点，国道1号965公里桃园平镇的路段，有一台物流车不明的原因启动上内底边的护栏，这个车后的货柜落去跌落来车路，占用到内线甲中线两个车道。但是驾驶并无停落来，伊是车头驶咧做伊走，害后壁驶到位的连接车弄到这个货柜，结果连接车的驾驶弄死了。咱才按照上新的消息，这警方尾啊，离肇事地点3公里远的新屋交流道的下骹，发现这个物流车的车头，那驾驶已经走去了。救护车驶上国道救援，现场车零件甲货本抓伤我落甲柜头骹，警方赶紧将受伤的驾驶送往病院。这边的连接车边车车体严重毁损，车头规个是变形，车顶细楼的驾驶早都无开，紧急送往病院，有缘是救无活。警方出动拖吊车，验过这场严重的车祸，造成一透早上班的民众大塞车，后壁瘫2公里。这场严重的车祸，肇事原因都是这个脱离物流车的货柜，警方弄一个根本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代志发生在今日透早5点多左右，国道1号往北65公里，警方查出一台物流车，唔知是安怎，家己去弄到内边的护栏，驾驶无落车处理，车头驶咧就做移走，货柜就落伫车道。国道警察也被接到有物件落落来通知，后边的半个车都已经弄到货柜，发生事故。行经的连接车就撞击了那一只货柜啊，那我们持续还在追查这一部肇事的一个驾驶人。现场救防锁线，蓝色的连接车边车车体严重毁损，物流车货柜也拢变形，让人看甲心惊胆吓。严格弄到护栏，所将货柜留伫现场，人就做移走。警方卖全力追查物流车的车主，到案说明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